箴言係聖經當中一卷智慧嘅書。所羅門咧係人類歷史當中一位好有智慧嘅人物。今日分享嘅信息咧就係漫步所羅門嘅箴言，其實係琴日個主日信息嚟。我嘗試將佢好濃縮地咁樣同大家分享。感恩咧有機會咧喺多次咧喺呢間教會度分享所羅門嘅信息。咁我嘗試今次咧用一個利瑪竇或者係我自己嗰個嘅一個宮殿，或者我嘗試從呢一個嗰個嘅圖畫裏邊咧，就更加度去將佢成個信息講出嚟啦。首先箴言裏邊咧1至到9章係引言，中間咧係主要嗰部分，之後咧結尾咧引言，跟住到有結尾，中間咧就係漫步所羅門嘅箴言，即係今日嘅課翻。你發覺咧係有幾難下嘅，如果難，你去將佢一次講完。咁由頭試下開始講。首先箴言1至9章係一個引言啦，引言當中咧有一個引言，就係1至到6節，1章1至到7節啦。你發現咧係當中咩嘅人需要箴言咧？無論係智慧人、蠢人、少年人，你都會需要箴言。你諗下，咁有智慧嘅書睇一次夠唔夠？你肯定睇唔夠。點樣如果令到你不斷地重複睇，或者百看不厭？呢個就係所羅門嘅智慧。之後我再睇成個箴言當中，引言當中有2章半，應該係最長嘅教導。教導乜嘢咧？一個叫做稱之為遠離嘅智慧。你必須要係識得去遠離。咁所以咧喺度去呢個當中有講到遠離乜嘢咧？就係遠離淫婦，唔好同佢相處，要遠遠地離開佢。呢一個亦都係當我哋點樣樣一個人得勝咧，係在乎你識得遠離罪惡。約伯記1章1節，詩篇1章1節，一開始嘅時候就教導你要遠離。之後我哋再睇下嗰個嘅第8章，第8章呢個箴言咧就係個呼喚，智慧呼喚。你可以將佢翻譯成主耶穌基督呼喚。你將裏面當中有40個我字，一模一樣，都可以應用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邊。跟住去到第9章，第9章裏邊咧，其實你發覺有2個嘅婦人，一智慧同一個愚昧嘅婦人，同時間去呼喚。你發覺佢哋2個所講嘅時候一模一樣，説誰是愚昧人可以轉到這裏來，又對那無知啲人説一模一樣，都係講嘅。即係意思就係上帝要你去選擇，所羅門要你選擇智慧。去到31章你就知道最後嘅選擇智慧，呢個就係成個嗰個信息。嗱，我哋而家再睇下。最主要個20章嘅經文講啲咩咧？我就持續3個難字喺度去同大家分享。比較難啲，因為佢第一節去到後邊嗰節，第3節、第4節係冇乜關係嘅。你無論你用幾多嘅creative 將佢串埋有關係，最後段時間咁有時候散咗，即係當中你揾唔到關係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就係或者先睇睇呢2個老人家喺度去，當佢喺度去選總統嘅時候，佢就問阿普京啦：你中意邊個當選？普京話：我當然中意 Biden。點解？因為佢更加有機，而且可以預測。咁啊，Donald Trump 就話：多謝你對我咁高嘅讚賞，因為我係深不可測，係咪？所以其實一個説話令到2個嘅候選人都開心啊！但係想講預測係好人唔好咧。嗱，如果你越係有經驗，你會更加去行翻你嗰條舊路。你人生當中你面對困難嘅時候咧，有陣時你都唔願意聽人講，但係你睇箴言嘅時候咧，所羅門箴言完全冇 logic，一當頭棒喝或者靈光一閃，就令到你人生當中嗰條路咧就可以喺度去行到出嚟啦。呢個不可知預測。咁我嘅講題咧就係漫步華爾街，借咗呢個就係 random walk，有個叫 random walk，即係隨機漫步啊。你要睇第2個難係在於咩咧？難解經，或者大問題就係因為啲經文1節同2節完全係兩個嘅意思，但係我嘅意思就係難解經或者叫難解錯。點解難解錯咧？有咩好處咧？就輕而易舉，即係意思話咧，你算唔使解你都唔明。我都嘗試有少少關係，都嘗試講，其實你知又知，唔知又都冇所謂嘅。你發覺箴言1章8節，第一個教導要聽阿爸阿媽話啦，係咪？要聽話，因為阿爸阿媽唔會害你，尤其是猶太人，佢會將上嘅説話咧透過父母咧教導下一代。9章跟住去到第10章第1節，
智慧子使父親快樂，愚昧子叫父親擔憂。呢個係第一個，你可以話少少關係。第二樣嘢咧，你睇下呢條頸鏈，呢條頸鏈裏邊咧，通常都有個扣喺度嘅。扣你講一個開始，係一個智慧人同埋義人。9章、10章、10章、11章、12章特別有多義人、義人、義人，後邊咧就係少咗好多。做咩咧？所羅門想要你成為義人先，或者聖經想要你成為義人先，跟住成為你有智慧的義人，而唔係有智慧的惡人嘛。有智慧的義人。仲有多樣嘢，你發現成條鏈裏邊咧有一樣嘢係你睇到係珠鏈，但係有一樣好重要，點解中間嗰條繩係啲咩咧？就係耶和華。如果你想條繩硬啲咧、堅固啲，就敬畏耶和華。係出現咗成卷箴言裏邊咧，其實出現咗係和合本出現咗93次耶和華呢個名字。有咩好處咧？加埋就係輕而易舉。原子習慣裏邊咧有一個教導好重要嘅，你想要養成一個習慣，你想不斷重複，首先要輕而易舉。箴言咧，所羅門嘅箴言其實難解錯，所以你一拿起或者抬起、舉起就可以睇，所以呢個就係好方便。你想要成為出色咧？呢個作者你話你要不斷重複或者愛上去做一樣嘢，就睇箴言。咁我再舉個例子啊，因為佢長又無法預測，所以你會不斷睇啦，百看不厭啦。我咧係以前細細個好中意睇《科學跟傳》，但係睇一兩次好似冇以前咁好睇，咁於是睇低乜睇完咗。另外一本書叫做《64卦》，係易經嚟嘅，我都順便睇。但係聖經教導你不可以占卜，你就唔好去占卜。知易者不知，善易者不惑。如果你真係明白易經嘅人咧，其實你傾向於或者甚至係唔需要喺度做占卜。呢個係一個嘅孔子同埋荀子所講嘅説話。好啦，呢個亦都好易睇完，因為太難睇，因為太易睇又睇完，太難睇又睇完。但係咧，箴言嘅經文裏邊咧有個好處就係令到你百看而不厭嘅，所以呢個就係佢嘅特色。難，好難。如果再睇落去咧，更加難，很難咩？很難解經，很難解錯，亦都很難完結。難解經令到你難預測，難解錯令到你輕而易舉，難完結令到百看而不厭。跟住再睇30章，30章裏邊咧就講緊咧就係亞古言語，其實佢對成個箴言一個好重要嘅補充，我就強調2點啊。一個咧就係令佢更加認識上帝，所以你箴言裏邊咧所講就係耶和華經常出現啦，至聖就有出現過啦，神有出現過，有冇其他咧？咁你如果有，你話俾我聽下，係好少。所以亞古言語就話他的名字叫什麼，他兒的名叫什麼。其實呢兩句説話已經有好大超越啦。原來上帝有兒子，但係佢話上帝叫咩名咧？其實經言當中佢唔係唔認識上帝，而係佢想要認識上帝更加多個名字。耶和華以勒、耶和華拉法、耶和華沙龍、耶和華有好多嗰個嘅沙巴羅，你發覺有好多他名叫以勒，所以聖上上帝有好多名字咧。其實喺你淨係睇箴言咧係就唔夠，或者所羅門對上帝認識咧，其實亦都係好有限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認識更加多嘅上帝咧嘅名字，或者佢嘅屬性，或者佢嘅大能咧，你需要睇其他個經文。雖然箴言裏面設計上31章，你每日睇1章，你今日可能24，你睇24章，但係咧你都係需要睇其他經文。第二樣嘢咧係唔夠啲咩咧？或者係嗰個亞古爾特別嘅提醒咧，就係話要透過咧觀看上帝創造嘅大自然裏邊咧，令到領受智慧。你發今日好多嗰啲嘅科技嘅發展或者發明啦、發現都係透過大自然觀察，尤其動物裏邊而係有得著一個嘅啟發。最後咧就係講到第31章，31章裏邊如果你記得9章嘅時候，兩個婦人呼喚啊嘛。31章你最後你選擇智慧嘅婦人作為其中，即係作者想要你選擇智慧。呢段經文裏邊咧係有以一個希伯來字母，最後嗰段以希伯來字母嗰個嘅個排列，即係想要你咧背咗佢，明咗佢，記咗佢。尤其是咧，我覺得都咁樣和合本嘅作者將呢段經文翻譯得非常之美麗，你會嘗試去背咗佢啦。裏邊中間有一個強調咧，就係成個嘅智慧婦人裏邊咧有一段其實佢好突出嘅，她丈夫在城門口為眾人所認識。
呢個對於講緊乜嘢咧？智慧嘅婦人使丈夫得着榮耀。然後咧，丈夫點啊？丈夫在城門口榮耀他。願他呢個最後一句代表乜嘢？就係、是、真真正嘅智慧咧，係令到耶穌基督得着榮耀，而耶穌基督咧抬舉你，使你得着榮耀。呢、這、一個就係要做到，就呢、這個就係箴言或者想要你做到嘅嘢。一生當中都係有抉擇，你要選擇敬畏耶和華。最後引言，中間就主要部分，呢、這、一個就前面就引言啦。後邊咧就有一個結尾，中間就係萬步所看的真言。呢度講難查考，因為你無法預測喺你人生當中最困難嘅時候、最需要嘅時候，佢會提醒你幫助。難解錯，你真係冇乜機會解錯，所以輕而易舉，一拎起手去存尊敬敬畏嘅心，你就會明㗎啦。最後一樣嘢咧，難睇完令到你百看。然而你嘅一生裏邊咧，所羅門嘅真言常伴你嘅左右，令到你咧成為一個有智慧嘅人，令到你一生當中行少咗好多好多冤枉路，遇少好多不必要嘅挫折，甚至你喺困難挫折當中咧，上帝嘅説話提醒你，令到你從當中得咗一個出路，願上帝賜福你。